确不是。人呢？这个就看寡妇去了，一早了，这个就给他吃到经验了呀，吃到经验甚至还补了2个刀，哎呀，亏的嘞。这波一早了。我的力量必将彰显。打不拉一下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应该是死了。哎呦，骸骨路程。怎么说？有没有说法？应该是单杀了。他死了。先瞄我！哎呦，可惜！喜欢抓上路是吧？强者得胜。以血还血。那是有眼的。做对了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寡妇出门就来上。我不是救星，你想恶心一条鳄鱼，帮我。想帮我恶心一条鳄鱼啊！但是这个红怒 W 加寡妇的魅惑还是不得不说有点狠。是要上千年的裹足不前。一级没压好啊！诺手打鳄鱼一级最好是能拿到优势的。我第一时间没有去抢草，那么第一时间应该早点去抢那个草丛的，就给他把草丛给占住了。我就找寡妇去了，我们第一时间，因为说寡妇好像要换我们家野区。我不会屈从暴君的命令。我千呼万唤着战争。6级了吗？无血为师。下路打的可谓是热火朝天。无休止。坏，寡妇3个人头了。
寡妇这英雄伤害巨离谱啊！这个魅惑，不要打团，我他妈离他远点，不能吃他这个魅惑。其中有些尤其短不要没蓝，寡妇下波要6级了，6级，他要是想抓上路的话，我有点顶不住了。我没蓝了，看能不能把线给他放过来。我这个线是推过去的，看他会不会打我一套吧。对，能把兵线给推过去。这波先不打架。王国背后是无尽的伤。这个位置，上半区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操作了呀，nice。 Killing spree. 不着急啊，等出一下怨恨锁链什么之类的装备。我跟他换闪现不亏的，他没闪现下波，可能他等下就死了，就是这个闪现的问题。我就跟他换技能，打不了。别打了吧，别打了吧，真打不了，兄弟。我们两个都没大，他妈这波打不了一点，说实话。赶紧跑了，先出点肉。爸着急着吧，慢慢玩，等我出点克制他的装备，护甲鞋，给他挂个链子。给他挂个链子，然后再出其他的肉装。打鳄鱼不着急的，你打鳄鱼对吧？杀不了就不杀了，发育就行。我们都是群狼。别他妈出去了，没闪现，就塔下格那一挂。他越我那没话说，他越我放先锋。那好，那我认了。那我确实没办法，看他怎么说吧。来了吗 ？OK， 那没办法，那我们队友看下路能不能突破了。这波越我放先锋是真没办法，我已经特别的狗了。好够。他先锋都还没有放 ，nice。他们搞上路，我们下路没问题的，合理。他们还想再杀我一波再放吗？等什么呀？好一，应该是走。必须前缘。他应该吼声预示着战争和死亡。有点顶住。
一切生命。操！没闪现把他剁了。众神与诸王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。直接啊，伤害不够呀！你要不要看看我的装备，看看他的装备？直接啊，伤害肯定不够的。想去哪儿？伤害这波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不知道这怎么就变成有问题了。不感兴趣，砍碎它才让我兴奋。我只能说，弹幕老师这个，唉，理解能力有点低了啊，得多看，得多看。王之死，但是应该是出血手了。防御塔之城即将脱落。又来越上了，老铁，撤了吧。由和哦，没平构有没有没有筑的监狱。哥们儿还以为又来上路呢，我都准备放了。战斗，去杀戮吧！自由也好，无知也罢，名字无所谓。先上天堂。这怎么着？啊！大闪现！呜呼！喜欢抓上路。谁敢否定？哎，没给这齐亚娜摘了，是真的有点可惜。那这波他们上也炸了呀！起飞！野兽变成它。免贵的堂皇借口，一举粉碎吧！没闪现，没大招，打，随便打，输了算我的啊！自由在你死后。再打的世界1%，1000万在控血分，推波线。这边有人哦，小心！这边肯定有人，兄弟！ Dominating。看你们！我说了，这边100%有人。寡妇都是这样，看到残血他闻着味儿就来了，一定要塔下再比。战争刚刚开始，这波可能会来上，让他推吧。
等打团就行了，不着急。狼群渴望皇室的鲜血。怎么说？你要1v1碰一下，来。他妈这把跟他打不了，这寡妇太肥了。碰一下吧。啊？怎么一直跑？你跑什么？不行不行，得走了，他妈地图又黑了。怎么走了？再接。怎么先一控？寡妇来是必死的，别他妈搁那打了。就吃回对线，等去小龙团，这把应该没什么问题。真眼等这个去团战我再放。律法只让人的胆气脆弱。现在可能在这个寡妇的位置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掩护他一下。够了。人亡一死，举世皆惊；神亡一死，万事从容。妈他妈大龙刷了，我他妈别这个时候死了。方得自由。不知道，我这线都不敢吃了。其实我很想吃这波线。和平只会眷顾弱者。你的生死取决于我。把狮子扼杀在他们的摇篮里。直接去小龙。如果他们不愿放弃权力，哦，螃蟹好强的压制力。大龙、小龙都有了呀。这老螃蟹他妈打野确实有一手啊！我是。
我他妈啊错人了！我的！他妈歪了！我要啊那个谁，那个这个齐亚娜的。哇，这波他妈打输了，坏了呀！这波他妈血亏，兄弟。鳄鱼回太多血了，然后我们这边打龙被龙喷了很多血，然后就是这个被破甲了，这大龙有个破甲效果，他妈对面打我有点痛啊！哎，这波团战有点尬了，我被晕了一下，本来想劈鳄鱼的，被齐亚娜大招给炸晕了，然后准备砍齐亚娜，他们重叠了还是干什么？劈错了。哎呦，刚刚寡妇露头了，手链忘记跟他挂了。旧秩序必须清除，暴力才不会窒息。没闪。但狼群永远来过。不着急啊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抓住拓展。哎呦，本来现在手链都快叠满了的，这等下伏笔了。我就是解药。寡妇没大了。君王。你需要更多的君的命令。又被这齐亚娜大招给炸晕了，真的很无语。每次我要2连劈的时候，他就给哥们炸晕了，真他妈下头。我千呼万唤着的战争。坏了，这他妈怎么没烫死？这他妈哥们有点尴尬，没烫死吗，兄弟？没事没事，刚好等那个小龙刷了，刚好我们是打河蟹，没问题的。打河蟹有加速，只不过他们要跟我们拼命了。寡妇应该来不及，走就行。拆光他们藏身的城墙。他要跟我们拼命啊 ！TP 都交了，要拼命了，拼命了！血手，寡妇没大招，回点血，回点血，回点血。寡妇没大招，这团战就好办了呀！冲呗！这你叫寡妇是吧？你叫鳄鱼是吧？啊，说话，鳄鱼！天天玩你那个啊，回城鳄鱼。其他人也洗干净脖子吧。还天天用魁伤体打鳄鱼，我他妈现在可不玩了，他妈那个回城魁伤体有什么用啊？还在那里发育，我发育个狗日！
我之前玩魁萨提一直他妈玩打恶一玩魁萨提他妈真难打。